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你昨暝敢有互地动摇精神？昨地动是9日以来第4大，嘛搁地动尾摇无煞，侪朋友规暝拢无困。根据统计，规模较大6的地动，台湾平均一动3摆，今年到呾才3月就3摆啊。前一阵啊，日本福岛嘛才大地动，加在这2摆地动拢无介严重的灾情。讲到地动，台湾甲日本会使讲是苦命兄弟啊。日本311大地动，台湾乌烟全世界上济，日本人到呾记条条。昨昏蔡英文总统甲日本前首相阿伯线顶面会，阿伯首相阁提出来讲，真正是台日友好。台湾总统甲日本前首相线顶面对面讲话，这历史上头摆。日本议员担埋咧推测友台14项决议，台湾加入 CPTPP， 台日安保战略同盟，敢是有希望？这个议题，咱今仔日同齐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曾军伟理事长。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正式杂志潘昌吉副总编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昨暝有较大规模6的地动哦，这是花莲迄个地区50冬来吼头一个规模较大6的地动，伊地属花莲的玉兴桥吼倒去，加在无搁较大的灾情吼。咱昨的地动，互咱想到921大地动，这是921大地动了后第4大的地动哦，到今仔日。早起9点半吼，拢总有150摆的地动尾吼。咱921大地动是暝时1点45分的时阵，昨昏的大地动时间嘛相共吼，敢是大地动拢是伫暝时来的。专家讲，这无啥物科学的证据吼。你昨昏收到国家级的警报，10秒钟了后开始摇吼，伫这个黄金的期间，咱就爱先想。多闪，才想疏开，先救家己，搁帮赞别人吼。最近地动实在是真济，日本福岛海峡才发生规模较大7的大地动。另外，报道的火山岛吼，2天以来吼地动超过1000摆哦。这个地动的问题，咱今仔日要来讨论。大兴昨暝地动的报道，同齐来看。闽江河向大地动海甲徛袂在，国家警报也一直响。东部半暝地区冰心全台拢有感觉。透早1点41分的地动是今年目前上大规模6.6地动，震央伫花莲县近海，地动深度30.6公里，上大震度是大东县6级。这也是这个地区49年来第一摆发生规模6以上地动。它这个地体的刚性程度比较高，而且它能够忍受更大的形变。这个到达某一个点啊，这个点就是1点41分的这个点，它开始破裂了。那破裂了之后呢，就带来一连串它这个所有的能量持续的释放。台湾位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就常常地动，尤其去年规模超过6个地动有5个，是当期平均达2.5个1倍。地动测报中心推测，地动活跃期可能已经到位，不过地质专家学者煞有无同款的看法。台湾这么多的30-40条的活动断层，那他们的发震的频率高嘛，那可能在某个时间里面就会好像比较集中这样，哦。并不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说它已经到了一个活跃期的一个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不是活跃期的一个时间来讲，很重要。我们要是对每个断层的它的时间要了解，就是。这个规模6.6地动是921大地动了后排名第4个大地动，尤其是伫透早地动头发生了后，有记录的地动加上无记录规模较细的地动尾，已经超过100个。气象局无排除3天之内，佫会发生规模5到6个地动。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昨暝的地动是921地动了后，第4大的地动。咱看到1999年9月21号，伫南投一集发生着大地动，伊的深度干那8公里。
伫稀池的进度是上大，伊致使2400多人的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吼。过来第二大是2016年伫高雄美浓，伊的深度同款嘛真浅，是14.6公里。伊伫台南的新化有到7级，拢总100外个人死亡，500外个人受伤。过来第三是2018年伫花莲的近海吼，同款嘛是真浅，6.3公里吼。伫花莲依然的进度是上大，做致使17个人死亡，200外个人受伤。过来就是昨暝同款是伫花莲的近海吼，总是伊较深，伊有30.6公里吼。啊，伊是进度是较弱6级。做成玉兴的桥断去吼，下米的工厂歪去，这是为2020年吼中央气象局发布这个新的分级了后最大的地动哦，这个地动比6较弱，总是会互家具吼来山位门窗会变形，另外你的厝体可能会损坏。地面会有这个必损吼，咱大先来请教副总编辑咯。咱知影伫这个陆地的地动吼，上惊迄个浅层的地动，啊，昨伫外海有30外公里遐尼深吼。这款的地动对这个台湾本土的影响会是安怎？其实昨迄个地动啊，伊这是才是外海的地区，但是伊甲阮本岛的陆地也是较小啊。其实对于咱的土骹吼，嘛是有真侪影响。是，嘿，但是呢，有人常常问讲，伫咧海内底的地动的，敢会有海中、海啸？哦，但是这款的规模就差不多6.5是较无会发生海啸。是，可能爱7甲8才有可能。是。不过，咱真惊就是伫海底吼，会有迄款海沟的地动、海沟型的地动吼，迄款地动就会足大。啊，专家嘛咧讲，迄个周期嘛要到啊吼。咱需要安怎提防咧？其实就是你若伫海边啊，有大的地动，有感觉有大的地动，就先离开海边啊，就话为悬的所在去走去，就是迄上重要的代志。是啊，这甲日本一阵仔发生倒的大地动，敢是同一个断层？是无共啦，因为咱板块吼，虽然是同一个板块伫菲律宾海板块，其实日本的福岛迄是太平洋海板块，太平洋板块甲欧亚板块遐系相间系造成的，伫咧台湾遮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相间，是同款的所在是欧亚板块，但是边仔的海迄边的板块是无共的。哦，好，咱来请教理事长吼。亲像昨这个大地动吼，加在无啥物灾情啊，有人想讲地动敢若当迷信来吼，你咧困伫眠床顶接到这个警报，才10秒钟的时间吼，迄个时间黄金期间，咱应该安怎做？咱安尼讲哈，一般咱地动你摇的时阵，会受伤的部分，一般拢是靠物件去牵着的。哦，是。除非讲这个地动伊摇的。你迄个咱讲的急速哈是足大的，迄个一瞬间的力量足大的时阵哈，迄当阵当然房子的损害会较严重。如果咱讲以目前的地震迄个一瞬间开始你摇的时阵，你若讲附近咱的边啊有掉落物，一般拢是去有掉落物去砸伤的。所以一般哈建议讲咱民众哈，你踮厝的你看的时阵哈，你爱了解讲你的物件有甲固定好无？所以若讲你的一寡，比方讲咱的有一些咱讲玻璃碎玻璃品啊，还是讲一寡遐比较容易倾倒迄部分哈，咱就是尽量爱去避免在那个位置。所以咱都要看头前迄个影片哈。那你有的时阵，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掉落物来哈，所以你尽量第一时间，咱一定要知影讲，先避免它的掉落物的那个位置，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哈。第二个是讲，一般咱讲的，一般咱那个房子在设计的过程中哈，其实希望讲，咱一栋楼仔厝，伊要桥在时阵，一定桥啊袂使断，桥啊准若断去，规个厝拆落来的时阵，就会造成咱的
那个生命财产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伤亡事故哈。所以一般拢是会歹是先歹啥？歹咱的较弱的部分就是咱的墙壁、咱的牛哈，咱讲爱让它产生塑性，就是讲能够在地震发生的时阵，咱用一挂哈，不管是咱的楼地板，还是咱的牛哈，还是咱的这个墙壁哈，让会吸收能量之后，以并行损坏之后，让它有一点弱性，咱讲所谓的塑性哈，让它吸收能量，迄当中。传到柱体的时阵，迄当阵是较袂遐严重。哦，所以咱讲的，咱一定袂使讲，咱的迄个条啊是弱柱，主要是讲弱柱强梁的时阵，就讲，今仔日你的牛无歹，结果你的条啊歹的时阵，迄个规个就切落来。哦，所以一般条啊是咱的厝骹哈较用的所在。哈，所以迄边条啊围边啊，主要讲也没有所谓的坠落物哈，较袂去用到的时阵。一般条啊边遐是当时一般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果你这个房子设计很好的情况下，伊的条啊一般是同位开派，一般是拢派别位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吼民众去了解，一般通常受伤都是掉落物产生的。好，所以你第一时间你就是要避免这个掉落物的一个产生。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你要去保护咱讲的。你卖讲头部啊是啥方让这些东西去所谓的掉落去撞击，所以你就爱去避免哈，咱尽量去找咱讲的桌角桌下的部分哈，米的边啊，卖去有掉落去拱掉哈，所以这部分互民众来参考。也就是讲，米伫倒骹还是倒啊边啊是基础吼，是片面互落落来物件。对，嘿，唔像讲咱一般咱来。那个还有一个是讲咱的头部的部分哈，做哪讲咱你困的时阵，咱有所谓的棉被还是咱来讲枕头哈，咱来买晒放在咱的头壳顶的时阵哈，找一个咱讲没有坠落物会掉落砸到的地方的迄个空间哈，咱就去密一下，安尼部分应该是较安全的，是。哦，咱请教副总编辑哦，你手头是毋是有一寡这个防灾的装备？拄则律师对嘛有讲到，伊讲阮现场昨暗时大家拢咧困嘛，所以伫咧眠床顶摕迄枕头，直接安尼掩护是上紧的方法。但是呢，如果呢是白天伫像咧学校内底足侪学生的，因可能手边无遐软的物件，你可能会当摕书包，还是摕册，较定的册像迄较国小生即马就有一所有学校内底是幼稚园有即款的尤其是幼稚园为虾米学生需要即款的，就是防灾头套会当避的伫咧好处就是讲，因为囡仔嘛，囡仔你唔知要安怎叫伊去掩护叫伊去疏散你若有这物件先互伊伫咧是其实是。长期的训练落来，这是会较安全的。是，无拄到地震的时阵，人就惊去就唔知要创啥。另外迄是，这款呢是讲定有人咧讲迄防灾包，内底要放啥物物件平常时上济就是放水啦，放手套放鞋像你要走的时阵较好用的。直接会甲大家讲一些防灾包的观念，就是讲你是咧。毋是咧地震的迄个时阵要摕来用的，伊袂赴啦，嘿，伊爱先避嘛但是在地震了后，你若是被困住还是咧安怎时候被困住的时候，你就会当内底有一煞食的物件讲为啥要讲摕这要讲这呢？是因为像这日本，拄要讲到日本嘛是做侪地震的但是因地震相关的防灾产业就是较早。起来发展，有较侪物件，有即款的也是，即款拢这当放7年，所以你伫放你的防灾包内底有会当放一些罐头，啊一些饼干，伊这是做米的，米伊个会当做，你无烧水嘛无要紧，你会当烧水泡，但是啉水嘛会当泡，你防灾包内底嘛有啉水，就会当泡，你就有无共的营养，但是这个物件呢，就爱看什么时阵用。比如讲，咱若咧是住伫都市，就较无需要。但是你住伫山顶，还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你可能就要准备迄3工，
以上的物件，才活动去避难。但是拄到比较大的地震啊，有可能有山崩啊、路灯啊，迄款情形安尼。这是走袂赴的时阵吼，会当摕来食。咱请教李署长吼，拄则有讲到，迄个接到信息吼，到地动才8秒钟的时间啊，迄个时间就爱大声保护家己，唔通互落来的物件牵着。然后咱拢讲爱离开迄个厝体吼，这个因端是啥？不过咱即摆哈，咱大的所在拢集中在。很多都会区啦，你做老公在乡下地区，你做老公遇到地震，咱落去外口的空地，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哈。所以还是爱登来讲哈，咱所讲的部分，你爱有一寡保护自己的这些相关的东西是统合的啦哈。比方说咱讲学校，以往咱发生地震时，学校也这个咱讲学生啥哈。如果有这种所谓的马上立即能够保护头的这样哈，一般咱纵使讲真的有所谓的坠落物来的时阵，去逮到的时阵哈，你的保护迄个软性，迄个软性其实就有点像咱讲的哈，迄个是一个缓冲啦，好一个缓冲，其实这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咱应该要全不管是各个学校都要去推广的地方。啊个邓来讲主持人讲的。第一时间，这个开始有的时阵，好，咱就是爱保护家己，就是咱讲的避免坠落物的这样的问题。啊，第二部分呢，第二步要怎么样？因为咱们来讲，这个地震是到底是所谓的前震，还是讲到底是不是主震，还是所谓的前震？如果你在都会区，其实你还是在你本身房屋里面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你那种这么密集的情况下哈，你当外口，你就算个在外口，除非讲你还有公园，好，你发生地震的时阵，哈，开始有结束了呢，你怕讲后边有余震的时阵，你就找一较空旷的所在，这是第一个是最保险的。可是如果你那附近都没有所谓空旷地方，你基本上还是在你本身的住家里面。你把自己那个保护好哈，其实我感觉安尼就是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啦，安尼是对。好，观众朋友，咱看到昨的地震吼，是规模是较大力哦。为1973年开始吼，花莲迄个地区吼，无比这个力较大的地震，而且昨地震了后吼。这个地动尾超过150摆吼，咱大声来请教副总编辑吼，这敢是进入一个地动足这活跳的周期咧？这是一个讲法，但是嘛是要较注意的，因为过去我看这是1973年，但是1951年，吼，这花莲这嘛是有足大的地动，其实迄阵啊无迄仪器去测量，所以伊才有写着讲这是。1973年了后，上大的一个地震，规模6个地震，吼，所以讲，咱对于家乡真正是较无认识较无济，所以就是爱较注意是。就是资料无遐丰富。嘿，因为过去啊，大部分的时阵是较大的地震，像这款的地震较大的地震，了后余震正常是愈来愈少，嘛愈来愈细，但是嘛是有一寡情形是伊会。发生差不多同款大的有时候我们叫它双主震，嘛是有可能。所以呢，这专家才会讲说，差不多一礼拜还是5天以来，大家拢爱小可较注意，是这个原因。是。咱讲地动尾遮济摆吼，伫这个对地动的理解来讲，咱应该安怎看这款的状况？其实正常是地动尾是愈来愈少嘛。这是为差不多8年前就知影的代志。地震学家拢有研究，但是若是地动尾，若是有愈来愈济起来，还是安怎吼，就爱较注意。但是若是愈来愈少，愈来愈细，大部分都是较安全的感觉。对。根据副总编辑讲吼，咱继续来看中央研究院地球所王中豪研究员讲吼，2月。伫新竹，3月伫南投吼，台东的外海拢有足侪地动。3月23就是昨暗暝超过6，拢总4届地动吼，这是真少发生吼。台湾可能进入
这个地动的活跳期吼，而且3天以来可能会发生规模较大5个地动尾，来请教理事长吼，亲像这款的状况哦，咱台湾即马根据统计吼，超过40万户的厝体吼，未堪得超过6个地动，啊，即马可能会发生遮大的地动尾，咱应该还安怎准备？其实咱台湾本来就是所谓的多地震带。这是台湾人民拢知影的代志，哈，好，所以就即马哈，不管咱讲的地震测报啦，还是讲咱的一寡咱家的专家所讲的哈，地震风险的升高，其实这拢是甲咱提醒咱民众讲，其实咱地动是绝对会发生，是啊，地动的规模呢，咱有一个循环的周期性，就是讲咱一个大地动发生的时阵。当然，这个所谓的地震的，咱讲的几率，伊的风险几率，你的大地动的风险几率，可能本来是5-6年一届，就大地动。啊，小地震是一直都存在，咱讲小地震、中震，迄可能是20-30档一个中震，哈。啊，当然你讲的有可能讲这几年就一届大地动，因为这个地质条件呢，伊的推挤的挤压的过程中，哈，其实迄拢是一个几率的概念。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统计的几率概念，可是不代表你在某一个时期，咱讲讲随时拢有大地动来发生。这个回到咱的民众的意识，就是讲，咱知影讲咱地动一定会发生。对。咱针对咱家己的厝，咱是不是爱有体检？咱对咱家己的厝，做若讲是咱的老厝。已经有危险，还是讲咱是属于老旧建筑物的时阵，是不是咱来想讲，咱地动一定会发生，咱是不是爱去做一个体检？体检做若讲无健康、有危险的时阵，咱是不是来重建，还是来改建，还是来补强？是要回到民众，因为咱民众哈，常常讲地动发生代志了，迄当阵就大家紧张就讲啊，我紧来做体检。不过这个时间搁过的时阵，大家搁袂记哩啊。是，就讲啊，搁袂记哩这个代志啊，哈。唔敢讲，我今日谈家讲哈，甲大家讲，民众呼吁就是讲，地动这个代志是绝对会发生的。咱一定爱为了咱自身的安全，你爱家己去做自我的房子的自我的检查。是，比方说咱地动发生了啊，你来去看你的条啊，你的牛，做若讲你无啥人看。好，那你也使叫一寡专家、top 技师还是啥来给你现场给你检视。是，一个很明确，你做哪讲？你家己的厝已经牛还是条啊，已经有很明显的裂缝的时阵，其实你嘛免搁找专家，你家己就看，你就知讲，你这间厝其实已经有危险嘛。是，爱去做更进一步的，到底伊的耐震性的能力是偌济，爱把这个事情。当做你自己的一个风险意识，哈，我是刚刚讲，这个民众，咱爱做的部分就是安尼，尽量把咱的厝有一个保障，尽量去做体检，体检不行，那就真的来做补强或是重建，把我们的自己本身的安全来顾好，哈，安尼是对民众的风险哈，过这个咱讲的灾害能够减低到最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咱讲的重点是，啊，若是具体来讲，你伫你的厝贴看到啥物掉头，你就知影爱注意啊。咱讲哈，咱一般咱讲有个房屋的自我检查，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咱房子的结构体系有梁跟柱子为最主要的架构。你知影讲，咱起厝是梁甲条啊，迄个位啊边啊，甲咱的围墙啦、墙壁啦，甲慢慢啊，甲整个封闭起来。所以你说老公裂牛有很明显的规则裂缝，咱讲的所谓的规则裂，不是讲咱即马现场，敢若有那种小细纹啊，不规则的嘿，迄小细纹你家己遐往一寡物件，你去甲吐的了哈，其实内底就无力啊啦。是，你爱看迄，比方说梁，45度的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哦，还是讲。咱的条啊，已经有打叉叉，还是斜向45度迄种裂缝。咱一般咱讲的规则裂缝，是有规则裂缝的时阵，你本身你就爱很特别注意，你应该有所谓的结构上面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啊，哈。所以你就家己去做这个检视。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一个资料吼，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这个进度吼。比4级较细的时阵，伊有一个 PGA 的数字，
较大误的时阵，有一个 PGV 的数字，咱来请教副总编辑吼，这个看 PGA 甲看 PGV 的这个侦查，敢就是因为人对人的感觉，甲对躯体的伤害的关系？其实迄阵啊要改的时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过去用 PGA 来分进度，吼，主要就是因为人的感觉较明显。PGA 就是加速度，你就想象讲，亲像你的车。油门打落去，你加速的迄力量，迄加速度。但是呢，甲进度学机上的时阵呢，就爱用速度，因为速度也最后的极速就是车子，我刚刚讲用车子来比喻，用车的极速就大啊，就相当于我们地震摇就大的时阵，迄对厝的伤害是会较大的。是。所以你学机以上呢，就安尼有改变，改较大啊，而且呢，伊有搁加强加弱，啊。伊的技术就会较油，切较油啦。本来叫5级、6级、7级，伊即马就是变成加2个嘛，就是变成5强5弱、6强6弱啊，7级就较油，细分，会当较细分。啊，而且呢，像迄7级的地震，在过去啊是已经上大，即马这届就给差不多6弱嘛。嘿，其实呢，这6弱呢，在疫情可能已经接近7级的。有一些像921，如果经过去重算的话，很多都会掉到很多地方本来7级会掉到6强甚至6弱的地方。是，所以这个改变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注意，要重要就是5弱以上，其实就害就大。已经会伤害到。一定有伤害。所以咱的地震的简讯，讲4级会告诉我们，因为4级你若所在位有到4级，你就会收到，就是因为。比4级搁较大的地动，就可能有一撮危险。是，所以，对，大概是安尼。这我再简单补充哈。为什么讲咱即马所谓的5级以上，咱要用所谓的 PGV 来做这样的一个认定哈？因为咱知影讲，地震你摇晃的时阵，怎啊讲摇一个1秒钟，摇一个1秒钟。虽然讲伊的规模真大的时阵，不过伊摇的时间足短。迄当阵也受迄个咱讲所谓的破坏的行为哈比较小。是。啊，咱 PGA 伊是所谓的加速度。是。你怎啊乘以它的时间的时阵，它就是速度。对。所以你的时间怎啊讲？你这个摇晃的情况哈，我讲你摇1秒，你这同样的这个加速度摇1秒，甲摇3秒，迄个无共的。所以你即马摇1秒，迄个破坏能力甲摇3秒，咱知影讲哈，咱。地动统惊的是哈，持续摇晃，持续摇晃的时阵，你话讲很大的那个地震力摇晃的时阵，一瞬间就停啊。迄当阵你摇一个啊，可能无代志。不过你的时间怎啊拖久啊？你怎啊讲？你怎啊处理甲摇较久的时阵哈，迄当阵就严重了。所以咱 PGA 为什么一个 PGV， 迄个 V 哈 ，PGA 去乘上一个时间因子的时阵，伊就变成迄个 PGV 的迄个速度。是。好，所以我们要讲为啊比较。精准的部分就是用所谓的 PGV 来跨后面等级比较强的部分，迄就是时间占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那是观众朋友对9级大地震也有印象吼，迄就是上惊摇10几秒安尼。摇久的时阵就较严重。是，安尼分较幼路吼，对建筑的法规内底面顶敢有啥物款的意义？有意义哦，因为咱讲哈，咱的分5弱5强的时阵哈。你总要把所有的认定都认为是5级的时阵，其实就是讲，伊的速度、伊的时间因子没有去考量到了。所以我怎话讲诶？主要讲，咱虽然伊是5级地震，5级地震伊有1秒钟，甲有10秒钟，迄个强度是无共的。唔较讲哈，伊甲5弱甲5强的部分，伊个有所谓的 PGV 这个物件，就是考量到时间的因素，它再把它分级。因为咱比较担心的是级数4级以上，因为4级以上的破坏力是互你的厝会倒的，比较容易破坏的。4级以下的部分，咱一般的耐震的能力哈，厝一般都是受伤尔，不会有倾倒的问题。可是超过4级以上，很有可能时间的因素把它考量进去的话，这间厝时间摇久的时阵伊会倒，伊敢若摇。很短暂的时候，伊袂倒诶，所以后来在整个分级的部分呢，其实安尼是较好诶啦。是，对。
好，观众朋友，咱今仔过来看吼，中央气象局郑明典局长讲吼，大地震了后吼，搁有地震尾吼，最近搁在落雨吼，要爱避免使用山区的道路吼，咱就想到即届的地震规模遮尔大吼，总是无啥物灾情啊，总是地震尾遐济吼，咱请教即个副总编辑。咱应该安怎面对？就是拄到地震尾的时阵。哦，其实比起讲地震尾吼，咱讲较全面的吼，规个看地震这件代志，拄则李处长嘛有讲到，就是讲地震是长期一定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咧，我咧想吼，其实阮足侪建议吼，是拢为人为出发点。吼，你人安怎来保护家己？为长期来看，就是厝有起用，啊，你厝内底物件有放好，吼。守好掉，啊，为短期来看，就是嘛是保护家己，吼，就是要密伫个桌仔骹、密伫个条仔骹，吼，即款的代志吼，就是较短期的，吼。那总的来讲，就是咱在考虑讲咱自身的安全，嘛是个上重要的代志。所以你会当为全面的来看，这个就是。哦，你若是有一直有地震的这些威胁吼，咱就是来做一寡代志。袂当讲在针对特定的吼地震再来想吼，已经拢较袂赴。啊，昨地震了吼，一直有民众在讲，敢若大地震拢是暗时的时阵来，可能因为对911大地震的印象太深吼。啊，这敢会当来甲咱解说一下？因为有人佫有提出原因呢，啊，这个讲法敢是对？其实我嘛有看到吼，像有一寡讲是潮汐吼，有月亮的引力的涨退的影响。但是咧，咱来看规个地球，吼，其实吼，任何时间吼，什么时阵，在全球都是一半白天，一半黑夜。对。吼，一定有一半是日时，一半是暗时。是。啊，所以你统计这些地震的数据，其实无啥意义，因为伊就是一半嘛。啊。而且咧看这些大地震的数据吼，伫咧台湾遮嘛是无足明显的，嘛是有一撮地震是咧早起，哦，像迄03、04在甲仙那时候的地震，然后也有很多啦，其实很多大地震都是这样，像国外的也是，像日本3.1地震也在下午，日时的时阵，其实日时跟暗时大地震是其实差不多的，唯一就是较细地震，哦，像规模差不多2到3。这个细地震，伫咧暗时可能会当侦测较侪哦，因为咱人的活动伫咧暗时就较少，哦，你无车啊，你无人的活动，你的地震仪吼较灵敏的时阵，会当抓到较细地震。哦，安尼尔，细地震是有可能，啊，但是还是因为人的活动，甲真正的日夜变化是无遐直接的关系安尼。是。请教李署长，啊，若是大地震吼，发生伫日时，甲发生伫暝时，倒一个伤害会较大？应该是讲咱发生地震的时阵，咱一般民众是踮建筑物内底，还是所谓的建筑物外面？是。好，啊，当然你暗时大家拢咧困，拢咧困的时阵，你即摆你摇的时阵，你若讲正港大地震来，造成咱的房屋。有所谓的损坏甚至倒塌的时阵，因为你人拢伫内底，迄当阵当然就是伤亡会比较大。是，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就讲，你是啊，有可能讲，你这个整个行进的交通过程中，有可能你就这人拢踮遐个行进间，可能坐你过桥梁啦啥，做若讲迄地震才刚发生的日时啊，伊的通勤的迄个人数搁较侪的时阵，其实迄当阵嘛是。人员伤亡的部分也会很大了哈，所以基本上应该讲，地震当时的时候发生的灾害的地点，它的人数如果比较多，其实也人员伤亡的灾害就会比较多。好，所以你讲白天的伤亡人数会比较多，还是晚上会比较多？迄个取决你讲正港损坏的时阵，到底是损坏的部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啊？到底是建筑物的损坏？大部分都是建筑物的损坏，还是讲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桥梁的损坏？其实我刚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是以上，好，加在
昨的地动吼，无真侪灾情。讲到地动，日本甲台湾是这个苦命兄弟。咱昨蔡英文总统甲日本前首相阿伯有一个线顶的会谈，这个报道咱同齐来看。台湾作为全球民主的伙伴的一员哦，我们已经参与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这种以片面武力的方式改变现状哦，侵害民主国家的主权的举措，绝对是不能容许在印太地区发生。要借此感谢日本持续在各种的国际的场合，强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日本や台湾が位置するこの広大な海は、国際法の下、自由で開かれた海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す。当然、武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咱继续来邀请东大日本研究学会陈文甲第一副会长。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陈文甲。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蔡英文总统昨甲日本前首相阿伯有一个线顶的会谈，伫这个会谈内底吼，阿伯前首相有讲，日本是 CPTPP 11个创书会员国内底之一吼，因要接受扩大这个成员国，即马当地甲英国协商吼，要互台湾量早来加入这个 CPTPP。另外，台日的合作吼，可能会更较升级哦，要对台日友好变做台日安保吼。日本的这个国会议员嘛通过14项决议，要推动台湾参与这个世界健康组织甲 CPTPP。另外，咱嘛看到即马日本是台湾人囝若出国吼上接去的国家，伊是超过中国哦。即马美国是排第2名，中国是排第3。咱大声来请教陈文甲副会长吼，咱讲到台日安保吼，都是受到顶世纪60年代的这个美日安保啊，迄个时阵美国较大汉，日本较细汉，这个美日安保引起着足侪抗议吼。即马咱一直咧讲台日安保，具体内容可能会是啥咧？是安尼，因为即马随着迄个台日的关系慢慢啊变真好，那造成呢，又是为民间即马是半官方，甲昨迄个阿伯甲蔡总统有会谈了后，其实关系已经提升到官方，因为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日本最上有权势的首相、前首相，所以因讲的内容，而且是较权威，而且是较有决定性、政策性的。所以头仔主持人所讲到，讲台日的友好，当然友好是民间叫友好，但是安保是叫官方，官叫安保。安保的部分一般是所指是属军事方面。即摆举一个例，就是讲迄个美国甲日本的日美安保，安保来看，嘛是伊是伫迄个伫2016年，伊即摆有一个叫做新安保法，伊内底有讲，那台海有3个问题了后，会当出现3种情形，会当使用即个所谓安保法。第一就是讲重要的影响事态，就是美国受到攻击的时阵，因日本爱去提供后援。第二就是迄个处理危机的事态时阵，就是啥？就是伫迄个美国受到威胁的时阵，伊嘛爱合同。第三就是武力攻击事态，就是日本受到迄个本土受到德国的一个攻击了后，美国日本当然来做伙咧合作，所以台海的安全即马已经牵涉到日本的方面，所以。我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讲为台日友好提升到台日的安保，就是表示为民间伊在民间经济、外交，即摆已经到军事，这是一个真悬的一个水准。是。若是动用安保法，敢是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就爱出动啊？是因为有一个规定若假设讲若有需要的时阵，会当日本。基于美国的需要，因为咱派兵来保护这个台湾也好，还是台海也好，还是包括东海也好，因必须要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日本甲台湾即几档友好的这个事例，
咱看到311大地震的时阵吼，台湾政府甲人民乌援超过200亿的日本元，这个金额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加起来。另外，到去年5月的时阵，咱台湾的疫情爆发吼，变做三级警戒时阵，迄个时阵咱的疫苗预防车无够吼，日本马上乌援100万剂的 AZ 的预防车来补助咱台湾的这个欠缺。过来，日本的官员吼，真济摆吼发表言论来相挺台湾。2021年6月，日本的国会通过决议，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哦。2021年12月。日本的地方首长哦发起日台共荣首长联名吼，主张制定日版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另外，咱台湾吼嘛，这个表示咱的善意啊。今年2月的时阵宣布开放日本东北的食品来进口吼，总是这个日本福岛5个县市这个解禁了后吼。菇类啦、粘制品嘛，都爱辐射的证明、甲产地的证明吼。咱大先来请教吴教授，咱看到蔡总统甲阿伯在会谈的时阵，阿伯搁再一摆讲到311大地震，台湾对日本的乌援吼，这个代志吼，感觉见若日本人甲台湾人在来往在交配的时阵，一直拢互人提出来讲，日本人是记条条。这个代志对台日友好吼，的意义真正敢有遮重大？我想吼，今年拄好是311地震11周年，所以咱看到即届咱的蔡总统甲安倍首相吼，伫会谈的时阵特别搁讲到即件代志。但是咱嘛知影吼，当然台湾甲日本过去吼，因为咱都是拢地震足济，所以对着这个地震所带来的这一款灾害。其实拢有即款感觉，拢是咱譬如讲昨暗台湾地震的时阵，其实日本嘛接到消息，大家嘛拢足关心的。进前日本地震的时阵，台湾嘛是拢足关心的。所以台日之间吼，除了迄款共同迄款安全顶头迄款感受以外，其实咱看到讲，除了地震以外，过去以来其实就足侪迄款互动的部分，尤其是吼，咱看到即届。安倍甲咱的蔡总统的会面，除了是讲台日的友好以外，当然我相信还有另外一部分，其实会使看到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即届吼日本吼在制裁迄个罗西亚的部分，其实伊是嘛是拢冲足头前的。但是咱嘛知影过去吼日本甲罗西亚伫二次大战了后，其实因无签任何和平条约。事实上无结束，事实上无结束，所以咱看到日本吼，尤其伫安倍迄款任内，伊就想要甲迄个罗西亚来对在北方四岛会当有即个和平的迄款协约。但是咱看到过去吼，迄款普丁，伊是拢一直想要招韩国吼来投资北方四岛。因为伊知影日本甲韩国有迄款矛盾的所在，所以伊就透过安尼的部分。但是对日本来讲，伊即摆感觉安全上吼，一定爱甲台湾徛做伙。啥物原因？其实因为中国的原因，因为台湾吼，即几档内底中国吼，不管是船也好，飞行机也好，一直在威胁台湾。即2档内底其实日本嘛有即种感受，尤其是去年中国甲罗西亚。举行联合的海上2021的海上联合演习，毋若经过日本了，搁射日本一个，这对日本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威胁。所以咱看到讲，对日本来讲，即摆伊加强制裁罗西亚了后，其实咱看到讲，甲台湾是拢价值顶头拢总徛到顶，这毋是干那讲。民间的友好尔，其实学我文家老师嘛有讲到，除了民间的这种友好吼，其实咱看到执政党甲执政党，日本的执政党甲台湾的执政党，一直拢有这款交流甲合作机会。尤其是这2档上界特别的是讲，日本的国会甲台湾的国会吼，拢已经分别有做过迄款交流的部分。尤其安倍首相即届特别讲哦，伊伫迄个台湾的智库吼，就是文家老师这个协会，因的智库在讲的时阵，因就讲到
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所以咱看到讲，不管是安全顶头也好，地动顶头也好，尤其是去年咱台湾迄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日本佫送咱预防车。这是拢非常，这对台湾来讲，咱是拢足甘心的。啊，所以过去当然咱台湾日本地震的时候，咱嘛互伊足侪迄款奉献，但是日本人无袂记，台湾人嘛无袂记，所以两边的感情是愈来愈好。是，观众朋友，前几天啊吼，日本现任的岸田首相伫内阁会议的时阵，头摆明确讲，罗西亚是非法占日本北方的领土，这意义实在是真大。当然是咱嘛要请教丹副会长吼，就是咱知影阿伯是伫日本战后任期上长的一个首相吼，伊伫日本的政界吼，因为这个首相任期遮尔长吼，伊一定有足侪的，就是阿伯的人吼。这款的状况，阿伯对咱台湾实在是真友好吼，可能会安怎影响到日本政界对台湾的这个关系的看法？就一如主持人所讲的，安倍呢，伊连续做2届的首相，第一届1年，第2届是7年8个月，是，这遮久的时间内，伊伫对民进这迄个自民党内底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伊虽然退落来，但是呢，你这届迄个起死大上，假设若无安倍伊的支持，其实伊嘛做歹当选。这是所以伊实际上是影响到起大会当选。会当袂当当选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第二点，伊即马是伫迄个日本伊的自民党内底上大的派系，就是安倍派上大咖的。第三点，伊即届会当甲蔡总统会当做迄个网络的一个会议。老实讲，这是头仔吴教授所讲的，就是讲嘛是真有即个迄个啥真有价值。价值上就是安那，是讲伊所作所为在会当代表日本的官方，甲非官方来处理这样代志。当然，日本甲台湾真受到一个袂当发展官方关系的一个限制。但是随着即届迄个罗西亚，甲迄个侵略迄个乌克兰的即个事件了后，其实即马即个世界咱看变两个阵容，第一个阵容就是美国、日本甲欧洲。是一个西方的自由的一个联盟，甲一个中国甲罗西亚，因一个集权的国家的一个阵容。所以，这个变化了，会当所谓是美国、日本、欧洲迭代甲团结。台湾呢，当然是徛伫不管是道义上，还是主权上，还是所谓安尼生存安全所有的部分，说民主来看，台湾嘛是爱挖迄个美国甲日本，那而且即若看究竟，头仔吴教授所讲的，因为即马安尼咱看到讲，日本真对咱台湾真正是友好，不管是为民间的友好，甲即马官方的所谓安保的这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在咱看一个部分就是讲，去台湾日本，其实若中台海若有代志，其实日本所出的力的影响力，我想嘛无输美国，因为台日之间有一个叫地缘的关系，因为台湾若嘛不了这个中国吞去了后，其实会影响到伊的钓鱼台，因为钓鱼台公安嘛认为讲迄是因的领土，所以伊会当来处理台湾，嘛会当处理钓鱼台。钓鱼台了，佮尾手佮伊 Okinawa， 规线拢总伊的，伊讲迄拢是伊的，所以这个部分会当讲注重这个罗西亚一个霸权了后，互全世界会当觉醒，就是讲一个集权的国家、专制国家，伊要做啥人做啥，所以更需要大家联合起来对抗的，来对付的。是。根据陈会长安尼讲吼，咱知影阿伯拄好是一个日本甲台湾无法度建立官方关系上好的人选吼，伊阁是日本的政界的大头人。另外，伊即摆阁无官方的身份吼，这拄好是真好的人选。咱来请教吴教授，咱知影阿伯头一摆做首相了后，落任了后，捌来台湾啊，迄届无人甲伊还接吼，伊家己阁坐计程车去拜访这个民进党的人吼。咱即款的情形，说明着咱台湾对日本吼国内
事实上有两种看法啊，安怎来面对安尼状况？是我想吼，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国际顶头有足侪好朋友吼，会渐渐吼来甲台湾，吼，只是时间是最近也是讲较久长的时间。亲像之前日本迄个美国的迄款前国务卿蓬佩奥，伊来到台湾，这嘛是早晚的代志。啊，咱看到安倍伊对台湾是非常的迄款友好。但是这个友好，咱看到包括过去，其实这是一个足久长的一个关系。所以咱看到这届蔡总统特别邀请日华的恳谈会这会员，也甲安倍会当招因来台湾。咱看到讲这个会谈也好，也是讲日本甲台湾的关系也好，其实咱的台湾驻日本的代表谢长廷，其实伫这中嘛出足侪的困难。尤其是吼，咱知影吼，足侪吼，这迄款中国的力量想要来插棒，来使人咱台湾甲日本的关系。但是咱看到讲，其实台日之间吼，毋是干那传统的安全尔，还佫有迄种非传统的安全，有足侪会当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咱嘛知影讲。日本甲中国迄钓鱼台这个所在，因有足侪纷争，但是台湾甲日本其实无即款问题。为什么？因为伫马总统的时阵，就有迄款渔业的迄款协定，所以咱看到讲民间甲民间中，咱的迄款国会甲国会内底，甲执政党甲执政党，其实这种关系是愈来愈提悬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像台湾人遮尔介意日本。其实毋是干那语言会当通以外，其实咱足侪关系，也是讲迄款友好的迄款部分，其实拢是会当斗做伙。是，观众朋友，咱来看吼，这张表内底吼，这个空色的线是台湾人认为应该甲日本交配的比率，这个橄榄色的线是中国，咱看到对伫2012年到2015年中间吼。这个日本已经赢过中国，真做咱台湾人认为就应该爱交配的这个对象吼。咱来请教陈会长吼，咱知影较早台湾受到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迫害时阵，侪人士吼，乌名单的人士是流亡去日本吼。这遮的人伫日本本土嘛，用各种的关系，家己拍拼来做这个台日的友好的关系。事实上，咱即马台湾甲日本应该是一个非官方甲官方两条线在进行，敢会使安尼讲？是无毋对，因为呢，我来看就是为上早就是为民间，即摆到学术界，超几年前的学术界，即摆尾手就是为谈到吴教授所讲的，就是为迄个台湾甲日本执政党，民进党甲自民党，迄个有2+2，就是有伊的经济。甲外交、甲安全这方面，而且伊安尼加咧，造成啥有一个争论，就是讲真台湾甲日本，都是有一个发展官方甲非官方的一个灰色的所在。所以，而且即摆迄个蔡英文总统甲迄个甲阿伯前首相的会谈，就证明讲其实是正港的一轨。这是一个部分。第二点就是讲，尤其当这部分是大家共同努力。尤其是咱吴教授讲到讲，迄个谢长廷大使，伊其实为迄个2016年的，我会记讲8月份派驻日本加担，已经6、7年，其实伊也做出个代志。这段时间伊嘛不管是也当中前期这个迄个承先启后。对，因为其实老实讲，当时我是伫日本留学，日本留学看做者先摆，其实为台湾的民主也好，也是台湾的甲日本的关系也好，当真努力。即个谢长廷伊大使伊去了，这段佫有咧对这一个牵连。即尾手台湾，其实咱讲台湾日本自从1972年断交以后，即嘛是上好。我想以后这两方，咱台湾日本的关系。不管是官方还是非官方，会阁愈来愈好。是。吴教授，阿伯前首相讲吼，即马甲英国在协商吼，要互台湾加入 CPTPP。咱知影日本甲英国这拢足大粒的国家吼，咱台湾加入的前景安怎咧？我想吼，头一个，咱台湾已经甲 CPTPP 这个国家吼，拢分别已经做过谈判。
所以咱看到讲台湾头一个是守国际规则，咱要爱申请加入吼，咱是一个国家去甲因谈判。所以咱头一个部分就是讲，看到讲台湾非常守规则。第二个，咱嘛看到讲，其实台湾要加入 CPTPP 这部分，主要的迄款石头吼，拢已经揭开。为什么？之前包括咱台湾对迄款日本的食品也好，对美国的食品也好，其实咱知影吼，其实即摆国际上顶头咧卖这物件。到底有安全无？这有一个国际标准，你袂使用家己的标准，所以足不简单吼。咱看到安倍甲蔡总统在讲的时阵，因着上主要是看到讲台湾有即个想法，会当去刷掉这贸易顶头的这款困难，这是一个足不简单的代志。所以日本对台湾吼，这帮助进入这 CPTPP 的部分，伊开始帮台湾去甲其他国家来做一个参详，所以这对咱台湾来讲，这是一个足好的一款现象，所以咱嘛足会当足乐观，台湾是足紧有机会会当参加 CPTPP。